啡来了，南宫，请进。这瓶红酒一会儿聚会的时候一起喝。谢谢顾总。不错啊，虽然小了一点儿，但是很温馨，看得出花心思布置了。家里地方小，您别嫌弃啊。其他客人呢？是我来早了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刚上班2天，认识的同事也不多，所以就请了2个要好的，他们等一下就到。顾总，您先坐，我给您倒杯咖啡。好。喂？啊？忽然间加班？那好吧，那行，你快点啊，等你。顾总，谢谢。真是气死我了！我朋友忽然间说要加班，估计要晚一点过来了，太不靠谱了。哦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还是先走吧。哎，别啊，顾总，您看我好不容易把您请过来，他们都说了让咱们先吃，不用等他们。这样不合适吧？怎么不合适了？当然合适了。好，那我们在这儿等他们。不用，你看我菜都准备好了，就差出锅了。要不咱们先吃吧。顾总，顾总，好，恭敬不如从命。那个南宫琉璃一看就没安好心，顾医生还要去参加他的生日会，想什么呢？唉，太过分了。哇，很丰盛啊。南宫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出生的这一天是一个美丽的日子。从此这个世界上就多了一道美丽的颜色。祝你永远青春美丽，干杯！谢谢顾总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怎么了？对呀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很抱歉，家里有点事儿，可能一会儿要早点回去。啊，这菜都做好了，这些可都是我亲手做的。那是，不管怎么样，饭也得吃完啊。来，产自法国圣彼奥古堡的红酒，这款红酒给人的第一印象，气味清新，单宁柔和，回味持久。顾总，你可真有品味，我真的非常喜欢您带的这款红酒。看来南宫对于红酒还挺有研究啊。那我今天就借花献佛，敬您一杯，谢谢您陪我过生日。Cheers！ 哈，可能是你朋友来了，开门吧。啊，开门啊！他们都是来给你过生日的。那您稍等。谁啊？琉璃，怎么是你？怎么
不方便。琉璃，这位是？我是。哦，他是我表哥，过来给我庆祝生日的。哦，那正好，一起吧。你要是晚来一步，我们就开吃了。来，坐吧。今天是你的生日。对呀，今天我生日。好，既然是你生日，那我祝你生日快乐。哦，好酒量。说好的马上回家呢，骗子！这，你表哥怎么了？不好意思啊，让您见笑了。我表哥他脑子不好，而且不顺酒力，一杯就倒。你看，就又喝了一杯。哎，你表哥真逗啊！要不这样吧，你就照顾你表哥吧。正好我家里也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顾总，改天请您吃饭。不用了。啊，不用了。咳什么咳呀？没看见我在看书吗？不要打扰我。到这看书，厉害。